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欢迎大家。今日六六天咱一晚礼拜主日早起，礼拜堂内底真温暖。咱请来宾先生大家举手，圣杯上帝向天顶。圣杯上帝向天顶，管理宇宙出定力。因为历史上改变，阮的生活改变迁，一代过了又一代，拄做阮行去所在，咱来用传授。咱小唱较轻快一点嘛吼。咱第二首的诗歌344首，第二首的回应诗，圣诗3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我心尊敬我主最大。万世风华过去，我心中我主最大，你要对我的，狂怒的心温柔我，万世风华过去，转的。
北路，北路关系地位北路，啊，佫有拄则咱拄仔唱到的一个所在，康康独戏，好也互伊康康独戏。安尼，再去安尼是8到遮，安尼慢先做起来再去听啦。着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即时开始，咱的敬拜，大声请走啦。教会兄弟姊妹啊，起来，起来，紧起来！至圣的神已经降临，奋兴，奋兴，着奋兴！上帝讲，这是一个我所祝福的所在，恁着照我所讲的话来行，伫即个所在做光做盐做见证，互众人拢总知，恁是我的囝，耶稣的学生。做来吟诗，圣诗61首。圣诗61首，天父上帝踮天顶。这是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子投胎，对在世路马利亚出世，伊本丢在刀顶来受苦，并是一个死来壮大的母，会使伊对伊相向好啊，上天。他这个专门被上帝保佑，伊要对咱来生活大人解释啦。我是先行，我从上个广告到尾，先我的上空，最下面就配合我灵魂的光明。阿门。请坐。这是咱做来启应文第2篇，启文第2篇，就是诗篇第2篇吼。启文第2篇记载伫咱的圣诗后面，启文第2篇。第帮写书宣发，
细像的君王站起来，要抵着耶和华，讲咱着踹断伊的捆绑，坐伫天顶的要笑。迄时，伊要伫地上的上气来对伊讲，就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我要传圣旨，你是我的囝，你求我，我就将列邦互你做基业。你要用铁拐拍破伊，当恁列王着有智慧，着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着用喙争圣境，因为伊的生气要紧紧发出。这是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即成的父，阮感谢你，感谢你带领阮一礼拜以来的平安。阮知只有你会当担当阮的罪，只有你会当互阮脱离重担，互阮真正得到安息。虽望阮踮伫世间常常的忧愁烦恼，总是诚做你的囝儿，阮有信心仰望你。就算讲伫大的患难中，你也要保守阮，为阮开一条会牵得忍受的路。就算伫死荫的山谷，也毋茫，因为你是阮及时的帮赞。无论拄着啥物代志，你拢要看顾，的确甲阮伫地。主啊，你爱阮伫世上结出济济的果子，总是因为阮的软弱，阮的分担，阮的惊吓，比较一直停留伫食年的程度。阮只有主日参加礼拜，总是平常时却是无看无信的人共款，靠家己的血气、肉体自我来解决代志。时常袂记你着听叹你，着我过你的教示，比较多贪恋、重担、歹情绪煞来捆绑阮。阮求你的圣手拍破阮过去的不义，互阮靠信心来生活，搁一摆体验稳定教业的滋味，帮助阮有几力抵挡世上一切引诱，救阮脱离试探，互阮因为你的名过着得胜的生活。阮当恳求你用圣神的火，甲阮行洗礼，互阮的性命受圣神充满，亲像初代的信徒，勇敢为你见证。主啊，阮即时搁一摆凭信心完全交托，奉主的名斩断阮一切歹的念头，宣告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重新掌权，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顶得到胜利，旧的一切拢过变成最新。阮也为着教会来祈祷。特别是年底结合圣诞节，阮有真济的福音活动，包括今仔日的专题的演讲，求你的神甲阮参加伫地，毋限人帮赞，人间有教业的体力甲智慧，也将得救的人也赏赐互阮。也毋望阮的教会是你伫南口地区设立的大囝，爱有大囝样，伫南口地区有好的影响力，有好的见证。也将身体欠安尼兄姊妹交托伫你的面前，特别甲丁青长老、建筑长老同在，帮助因伫治疗中过程顺遂，无疼无艰难。那即时，阮正兄姊妹同齐来到你的面前，毋望搁较深的明白你，通过电牧师的嘴所讲的道理，坚固阮的信仰。而即时，阮也要用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祈祷。阮伫迄年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一成，一地日是由天起日，阮的面色今仔日阮，下面阮的保护，亲像阮也下面互阮的人，无你传入去，要救阮脱离这个歹，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
来读圣经。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记载伫诗篇第2篇，诗篇第2篇也是台语和日本的581页。诗篇第2篇，立邦写书宣发，众百姓拢写书计无空空的事，世上的君王站起来，将权柄的三角议论，要抵得耶和华，也抵得伊的受我油的，讲，咱着踹断因的捆绑，削角因的锁，坐伫天顶的要笑，主要了是因。彼时，伊要伫伊的受记中来对伊讲，伫伊的大生气来互伊惊。主讲，我已经设立我的王，以色安我的圣山。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捌甲我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地邦互你做基业，将地的结头互你做产业。你要用铁管拍破因，要讲嘴因，亲像烧鬼仔人的规矩。当恁立王着有智慧，恁世上的审判官着受警戒。着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着用惊吓来欢喜，着用喙斟圣囝，行了伊受气，恁就灭无伫路中，因为伊的受气要紧紧发出。既然我靠伊下，拢是有福气的人。这是咱请圣歌队带咱来引带咱的敬拜。今日的诗是向前到锡安，因此煞请田牧师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争闹甲魔算。
大家平安。平安。你什么人会记旧年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唔免去 Google 吼 ，Google 了你就找出来。不过较要紧就是旧年发生遐个代志，你捌想，你迄阵心肝内去想着什么？你捌讲什么话？其实我嘛唔知旧年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袂记啊。这嘛是真趣味的所在，就是其实真紧咱是新闻的事件，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咱真紧的袂记，总是会记一项吼。今仔日发生的代志，到底咧影响你所有的心情甲看法。所以为什么吼，这争论性的节目，因真拼咧，因大部分拢下晡录影，暗时也播送。因为咱台湾一个特色就是讲爱拍字幕。那伫外国的节目是无咧拍字幕，所以较简单处理。毋过咱电脑报纸搁拍字幕，搁足惊什么呢？当场讲了出错。啊，所以咱拢真爱做遐字幕，啊，人来拍，啊，大家来看，啊，然后大家伫遐看，即台足迄台，搁来足即台，所以咱真侪时阵，咱的心境甲心思嘛，就对着遮个代志起落来，做一件事咧。信用咧，甲咱三个对话的时阵，毋是一项事一件事，甲你的代志发生。有一句台湾话吼，是世界第一战略。即句台湾话做别人的囝死袂了，因为只要若毋是死着恁囝吼，人拢会讲，哎哟，30个，什么30个，35个咧，哦，你讲我加5个减5个，你会当加讲，但是迄个你5个若是恁囝的时阵，迄就不得了，这是天大地大的代志。咱嘛真紧对社会上，也是世界上发生的代志，咱真紧有真侪评论甲看法。总是真侪时阵，你有看一项，啊，这个评论甲看法，常常嘛咧缀着咱的心肝头，压制着咱的心。咱伫倒大山见面，拢爱讲一句啥？平安。啊，平安两字是写来真简单啦，过年要到啊，马上你搁摕着搭在门口平安，吼，以马内利，啊，这真容易处理。不过实在你有感觉，逐天的生活足侪物件。搁一句台湾话就真要紧，压榨，压榨你听好。下念你国话吼，你甲斗想吼，华语通压榨然后翻，我即马也袂咧想，会足压榨的，啊足闷的，啊足讲袂出来迄种。诗篇第2篇吼，真好理解。课文读一摆，词汇搁读一摆，安尼讲啥？有时真好去理解，所以即首诗是真好理解。听2摆了后，嘛毋知到底要安怎去家己辨别。特别吼，要将即首诗来放入你今仔日的世界、你的时间甲空间、你的现况的时阵，你有当斗无啥会起来？总是着圣经嘛，你袂使反对，读了安尼好啊。但是咧，立邦写书宣话，正八是写出计无空的事，咱嘛是读了听了。遐无师傅要解说，一节一节来甲解说。诗本来就是无法度用解说，黄河之水天上来，你要去了解嘛，大珠小珠落一盘。你要去体会，你毋好解说讲，迄个大粒珠啦，细粒珠啦，啊，落迄盘啦，轻轻锵锵啦，真好听啦。哎，小乔出嫁了，你要安怎去讲伊这个故事？总是诗是在做咩？诗会帮助咱吼，抽离时空咧。你毋是干那停留伫遮，嘛毋是干那伫这个世界，嘛是抽开咱的迄个视野，也是讲迄个感光、迄个开挂、迄个历史，重新来看这个。人无法度脱离历史，无法度脱现在，无法度脱离过去，嘛无法度讲起将来要安怎讲什么。所以咱的信仰毋是咧单纯咧讲正代志，对甲毋对，好甲毋好，毋是干那表面尔，嘛毋是干那迄一寡的迄个价值，也是讲社会观念，甚至信仰嘛毋是干那是是非好歹，伊是咧帮助咱去做。虽然咱的人，咱不过是小小的人物，不过咱的心嘛是一个世界的。不过咱的心嘛是一段宇宙历史，咱嘛放伫咱生命中间，因为安尼嘛是帮助咱安怎去规划。若无的时，咱讲红颜也是啥物？
阮兜有一个10岁囡仔，红叶仔是啥物？红叶仔就是毋是屎就是尿，毋是口就是笑，安尼对无？毋是口就是笑，毋是屎就是尿。伊欢喜啊笑，伊欢喜就笑，伊若艰苦就好。有时咱嘛伫遐起起落落的世界内面，咱搁无伫遐咧东西补伫追求。真好解说，3000年，人的历史这段诗，我相信写这首诗的人应该是伫犹太人中间较满意的作品。伊中间有讲到个人无讲到个人，也无讲到迄阵结婚未、生囝未、好业无、善无、身体勇健无，也是迄阵拄到什么代志，拢无讲这个代志。伊顶多是用一寡文字，无法度具体来描述，毋过伫遐讲到真开阔的世界。有时咱会经验一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请问这江湖是啥物？有时咱会经讲一句话：情势比人强。特别咱即马新闻拢爱讲一句大环境，大环境好不好？好在有迄嘛，甲咱拢有关系。所以兄姊妹，这首诗咧讲什么？我要讲这首诗毋是特别咧讲什么，是帮助咱去思考。伫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到第3节，这是这首诗的焦点。第一个焦点，这是讲起敢若有一个前提，嘛是讲到有一个结果。这个前提是啥物？有宣发，有吵闹，有列邦，有君王。列邦就是指世面足大的，指开阔的世界。伊所讲的可能是啥物？照咱即马讲起来，有可能讲集团体。嘛有咧讲啥 APEC， 嘛有一个讲中国迄边总创真侪迄个联合的体，伫东南亚一派，伫遐一派，各位遮个代志拢咧讲，嘛咧讲到联合国，也是讲网加迄乌老大，足侪物件拢咧指比遮个事。你感觉真侪物件，毋是你用了解两字当讲，你无法度解说，咱定下咧提到。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你要用多一个角度去了解伊？但是我刚才讲一个角度，战争所带来性命、家庭、财产、文明所有一切破坏。以前我真少去注意乌克兰，即摆才会看到乌克兰，才知影这是一个真水的国家。不过因早前伫共产的时代，因所拄着的，等于脱离了后，因迄经营的世界总是无拍算。你会感觉讲谁咱两国爱来战争？咱就是遮做咧吧。各位，你敢想象哦？拿一颗导弹打下来，你会问讲，我是招谁惹谁啦？不过后壁是啥物？后壁做一解说，后壁做一解说。你若去对话，你若问讲乌克兰、俄罗斯攻打乌克兰，对不对？对啊。对啊，这是不得已啊，死伤很多，这是不得已的代价的牺牲啊，都是犹原别人会听个收袂了。咱若看迄边讲的时候，咱听得足气，有咱这边讲的，你听得足气的。啥物战争？才着死伤、财产、家庭、经济方面，其实你知影，全世界经济操控不在100个人，超过100个人。来控制全世界的所有一切。换句话讲，我们都是散户中的散户了。也许我们就可以赚点蝇头小利，赢得一点小确幸，总是嘛可能哦，可能。18点去一张，即马剩几点？我毋知今日剩几点，我敢知即马都要10点。有真侪不公不义，有一出电影就要公演，叫做《流麻沟15号》，对不对？阮囝因为办迄个，我讲啥？包场的，伊问我爸爸你要去看？我讲袂，不过我心内讲看，我挡袂了。
叫我去看迄个电影，我讲袂听。然后看煞，我毋知要讲啥物话。虽然我毋知迄出电影咧做啥物，不过迄段历史，我毋知要安解释，哪有即款代志？不过会记诶吼，迄段历史的背景，嘛是某一种人会当安尼讲，就是不得已的依法行事。这不是不得已的，我们依其国家的安全。到即马，咱台湾还搁咧为着转型正义要不要？还搁有啥物通我争论嘛？前几天看了一出纪录片，在讲一段犹太人伫捷克啊、波兰，伫遐拄着大屠杀的时阵，整个后来审判过程。我所以看一半就看袂落去，我勉强甲看甲了。但是我知影一项，遐个所谓纳粹，遐个铁卫军，你甲判10年、15年无期徒刑，实在也无啥物意义啊！意义不在于遐。根据统计，至少有超过600万人，因无做毋着啥物，总是因为死啊，毋是因为战争。兄姊妹，这物件一直咧发生的是，你看我哪会安尼？其实伫咱现实生活中，咱嘛足侪所在，其实足侪物件家庭嘛咧演出去。咱囡仔时代学校人教一条歌，我的家凭着你的爱，有影无影？家庭不一定最可爱，是最可怕的。就讲，爸爸为了一切，爸爸妈妈也是为了爱你，这个爱未免来得太沉重。我要讲这，毋是要互咱感觉，敢若世界敢若真无好，毋过还是有影。你发现人拢伫咧谋算甲争闹，大家拢有一套的讲法的时阵，你会感受毋知要安怎去讲伊。会记咧坐伫官位。迄个做官的人坐伫遐，甲下面一个互拍到半小时的受冤来讲，敢毋知影今仔日我有权甲你办，嘛会当甲你杀，你还阁毋讲话吗？这个人是哪？这个人叫做比略多。下口拍到半小时的受冤是啥物人？那些人耶稣。即款情形要安怎处理？所以，这首诗第1节到第3节，这是一个前提，嘛是一个现况，嘛是天归伫咱面头前，这个所有现实的世界。犹太人写一首诗，因要用什款的心甲笔来写这物件。我毋知因写这年代伫倒位。是伫主前第5世纪、第4世纪，因受掠到巴比伦迄个情形呢？因坐伫巴比伦的河边，故乡毋知伫倒，毋知有机会搁倒转去无？是伫迄个时嘛？我毋知。我嘛爱想象，伫1944年，一群人从关伫咧集中营的时阵。因若安尼唱这条歌、讲这条歌的时，因是啥款的心境？应该通算着，昨伫阮内底，还阁有100个，即间厝还有100个，今仔日剩60个。兄姊妹，这是一个前提。答案伫倒位？写诗的人继续咧推着。其实对第4节甲第9节。这是一种信用琢磨的语言。第4节到第9节，伊是讲坐伫天顶的要笑，问题天顶咧笑伫伫倒位？你敢看会到？你看会到天顶的上帝咧笑？若用现实的目睭，你敢安怎看？你有可能看无？
所以这首诗歌，某一个程度来讲，对犹太人来讲，是弥赛亚的诗歌。弥赛亚，不过对伫咱今日信仰的时代，有阮同款，咱嘛是爱去面对。伫咱的世界，有即款的现实，有即款的现吼，总是弥赛亚的诗歌要咱唱。关于弥赛亚，咱讲耶稣已经基督已经来，咱当年嘛圣诞节拢咧搁唱弥赛亚。其实弥赛亚喊到即首弥赛亚，应该是过完就唱得对。不过咱就惯是咧圣诞节唱，就继续甲圣诞节唱。若咧过完就唱是搁较趣味。你才能了解迄个哈利路亚克拉斯传承迄种的感受是啥物？基督做已经过啊。不过对弥赛亚即款的观念，是圣经对第40节第天顶的要唱，要表示伊伫受义中要接庇伊，伫受义中要行赢。讲我已经设立我的君王，伫锡安圣所，甚至要传圣旨，种种这的话，伫今仔日犹原爱有即款弥赛亚的经验。在咱的信仰中间，弥赛亚是分了3个层面。咱无书特别爱甲你分享，就是咱的生命有3层面。若无的时阵，咱常常会拄到即款生命中的矛盾，咱只有缀遐争论者，逐工坐伫遐缀骂好。咱的观念，咱的信仰个别，包括3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耶稣基督已经得胜。换一句来讲，我是主所救赎、所赎的。耶稣已经得胜，已经过活上天，已经就天坐伫上帝大殿，已经完成这个救赎。人啊，踮伫基督的内面，才要新创造的人。有主的活命伫我生命内面。总是讲第2个层面是啥物？弥赛亚是继续的进行。咱祈祷的中间，定定讲主教是咱的祈祷。对于我家己的信仰个别，这就是现在正常的进行。我人生的过程的中间，教会牧会经营内面，我逐日安尼祈祷讲，阮是天的爸，阮你的名圣。这是我的生命的个别，嘛是我生命的委身，嘛是我生命的责任。你的国领导。上帝国的领导是因为我已经得到救恩，所以我今仔要来干净。上帝国已经领导，我嘛要我的人生来证明一项，你的旨意伫正伫对呢，亲像伫天呢。所以我回归生命迄种的忠实，来回归生命迄种的谦卑甲敬畏。我只有讲主啊，怜悯我的日子今仔就好。迄种我的日子今仔就互我是咱北路。咱咱有一首诗有一个北律，咱台湾真出名吼，播北律去，但你律掉，迄个北律你会打，迄个经变，你的心灵心真有迄，放伫你顶面迄种的加，你怎讲？你会看到，耶稣讲，我会当时过来，迄种的价啊，价听有吼，无输了价。日实今仔互我嘛会当体会。人甲人中间的步伐，只有下面人才会当听。人一生中间就是不断挖掘信心，挖掘真理，体会。我要徛伫耶稣的心上来入天国，因为伊是路，是真理，是我命。什么是根本？包容甲下面，现今所存最大就是听，一步一步来行，一步一步来体会，行过迄个试探。所以比赛啊嘛是啥物？即时伊甲我三个弟弟，所以上帝国伫倒位正在进行中，正在进行中。咱讲要传福音，是咱遮个人正活伫进行的中间。所以，伫我的家庭，伫我的生活，伫我甲人相甲斗阵的时阵，我要见证一项，我的生命就是天国。不过比赛，我一个观念最要紧的，这嘛是将来主要完全是，这是啊。写伫个电条顶面迄句话吼，我定定感觉迄解说唔对。安怎讲？末日迫近。你若无悔改，你就都要死啊！
末日毋是恁都要死啊！末日是主要完全得胜啊！我是月日行，月日当然中间有战争，有真侪艰苦，总是我相信一项，我头前咧行。虽然伫生命中间有一个最要紧的 image， 这个图像是啥物？我要传圣旨。我要讲一句话：上帝惊生我，我是上帝囝。上帝已经将列国归交予我。列国是啥物？上帝将列国、将世界所有一切交伫教会，就是耶稣基督死甲过活救阮的重担。我用这个标来跑场，我继续用头前来行。所以先知米迦甲罗马手，这是较罗马手的先知啊。伊才讲上帝爱啥物？爱你献足侪济。我毋是上帝爱你啥物？是行公义、好人民，甲你的主上帝三个大条。甲你的主、你的上帝三个大条。所以各位，咱的信仰是充满足侪信仰的理由。但是我感觉咱长老教会伫台湾哦，马太来北部宣教几人，150年的咱毋是。马家国医生来嘛，157年。所以拄则咱的师妹长老讲，咱南口教会是大鼎，南口的大鼎。good， 那安尼大鼎有大鼎的班，迄个班是啥物？毋是真大，迄个班是我们在生命有更深的体会。虽然你信仰个别，咱的体会，毋是敢若停留信仰所真好。有真侪诗歌袂歹啊，主耶稣真好，逐日拢对我唱。我毋是耶稣逐日对你唱，耶稣家己嘛就甲你讲，看无家己，也去是伊个第我。虽然咱是大鼎，大鼎的办就到位。我们对生命有更深的体会，所以应当用一句来形容 ：wisdom， 智慧。信仰的智慧，生活的智慧，那不会是咱自家之道，咱是讲咱的家庭，咱安怎饲囝，咱安怎经营人生，某一方面吼，你甲隔壁人差不多。那安尼你要传什么福音无啦？是叫人换教、改教。恁较早拜妈祖，即摆换来拜耶稣。拜耶稣足好诶，有保庇，有平安。有享受，有大福气，有无？有无？你也讲有哦。都毋是要过桥讲，看有哦，看知袂？所以诗人伊咧写这个话时阵，其实当他划过天际，其实这就是应该的。600年前、500年前、400年前，是主前迄个时代，啊，甚至伫。但1990年、2000年，有关咱个读世界，咱要讲迄只。所以到第10节到12节的时候，伊所反映是啥物？伊是讲，咱着醒悟过来。恁世上的心法歌，着爱受管教，着存敬畏耶和华，着行行来快乐。我想这种受管教来启蒙，第一个要面对是谁？教会、信徒。信徒的生命中间若无体会这层，其实你讲要甲人分享，真难啊！我不反对小确幸，因为那总是一种好，但是不该要紧的，想你生命中那一种的美福。真的是一种奥妙，所以帮助咱生命太侪煎熬，太侪计算，太侪磨算，太侪安尼胜来胜去，总是千胜万胜，嘛爱达到天一位啊！万兄弟帮助咱，今天没有什么答案，也没有什么安怎改水，这首诗家己去改水嘛会使。但是我将我对这首诗所领受的，会当甲咱相当分享。
把你生命的基底做大。啊，你对信仰的体会放空啊深，所以耶稣甲彼得讲：往水深之处跑，下网打鱼吧。你不要讲，耶稣，我过去7、8、10年，也拢无安尼。耶稣讲：往水深之处跑，下网。当迄个网啊拖袂起来时，伊就惊会白只船来甲伊帮站，所以因将遐鱼啊2只船顶到要沉落。生命可以这样子吗？当彼得看到这情形，第一个动作，他趴下去，跪伫耶稣面前讲：主啊，我是罪人。罪人是什么？我是一个没有重义、合乎你的心意，但是今仔日因为罪人，上帝定心起做伊的性命。耶稣第一天来讲一句话：法律来给我。这句话不是你要信主的时候甲你讲的。其实，在你生命中很多不同的阶段、坎站拄着的时阵，拢会出现这句话：往水深之处跑。当你经验了主所讲的话，彼得安怎讲？阮通雷掠无，总是因为你的话，我过来跑。结果，主啊，我是罪人。一个人来讲我是罪人的时阵，就伊迄一天，伊个经验，什么是得救？阮上帝帮助咱，咱就后摆咱11月，咱就来看另外一篇吼，一篇来体会。阮上帝帮助咱起初咱的生命，真的是，我真的觉得不错，我们要成为林口地区的长子。3个年头，天父愿你的话帮助阮去想，帮助阮去思考，求神来圣神帮助阮，搁别向我，祈祷搁做命。阿门。这是来吟诗回应上帝，圣诗344首，圣诗344首，我心尊敬，我主最大。李志强、周倩茹。
是我来报告，请咱先开周会内底面，大家的事项甲聚会人数奉献，请咱大家家己来看。咱直接来看本会的消息。第一点，因为疫情的关系，若准有隔离伫咧厝里的人，有任何身体无爽快的所在，是有紧急的代志吼，请咱会当甲咱的教会讲吼，教会当做伙伫咧适时会当帮一寡忙吼。第二，咱多谢联合会牧师今仔日的信息的分享，谢谢。第三，今仔日下晡1点半，必调规定伫个幼儿园会当聚会，请相关的同工来预备心参加。第四，由本会附设的协会甲幼儿园举办秋季的妈妈成长班吼，咱的时间是对9月16开始，一直到12月初2，每一礼拜拜5下早9点半到12点，总共有12堂课吼。邀请咱的兄弟会当来参加，准备参加，请咱洪文乡传道来报名。第5，葡萄树、橄榄树甲芥菜种3个小组联合办举办今仔日下晡吼，今仔日下晡2点有迄个理财的讲座，主题是基督徒的理财观，讲师是潘华庭老师。第6，邀请咱兄弟参与明年度的礼拜献花的奉献，伫个公报栏来填写，一价是800块。第7，永光教会庆祝50周年，还有马街来台湾150周年的纪念，定伫11月初6下晡3点，伫新店的迄个美和堂举办欢庆特会，邀请兄弟当报名参加。详细请咱看公报栏。关怀内底，第1，本会的蔡正利兄弟的老爸10月18安息主怀吼，伫昨已经伫家己第1殡仪馆举行告别式，请主来安慰遗族。第2，本会林胜豪兄弟因为肝脓烈阳，即摆住伫咧中间病院咧住院的治疗中间，请大家来求主保守一切会当顺遂。第3，伫处理调用兄弟有林澄清、胡世明、赖建志、林建志、林德修、潘永洲、曾文德、郑明霞、罗金丁、徐建平、林李敏珠、陈天成、祝段业武、姚卫新、李希敏、洪分展的兄弟的妈妈，还有保育改许秀英，请咱有遮人来祈祷。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准有唔对，请快给来讲吼，来评审。请牧师来补充报告。这大家平安。我先来介绍今仔日大家来到咱中间兄弟姊妹吼。首先先恭喜啦吼，咱周秘书姊妹吼，秘书姐吼，查某囝吼，蔡光宇姊妹伫昨吼，甲即个金世纯金世纯兄弟伫来订婚来订婚吼。今仔日即个世纯有来吼，秘书节即个竞赛准竞赛啦吼，准竞赛有来咱参加礼拜吼。关于因为上班的原因，无法度来到咱中间吼。好，来咱请起立，来甲因祝贺来甲因祝贺，感谢水世纯伊是即个即摆是即个伫大学内面伫做即个助理教授助理教授嘛是大学内面的研究员伊的舞会是高雄凤山教会凤山教会感谢主一个真优秀的青年伊即摆伫个即个义理教会咱台北市义理教会遐嘛有服侍伊讲学生时代甲即摆拢伫义理教会伫咧台北的时阵拢伫义理教会服侍真好的一个青年咱搁一遍拍鼓仔欢迎，感谢主。还有第一摆来到咱中间的节目。好，无咱来即个注意一下，就是咱拄则第5点的所在下晡2点下晡2点我有问阮妈妈讲，妈妈你下晡要来参加无？伊讲哎呀，爱来参加。
为什么来参加？都要好好管理钱财啊！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托付互咱的这个钱财，好好管理啊！阿姨讲，我本来心内想讲，年纪遮大应该毋免来管理钱财啊但是伊讲咱爱去了解，爱去了解，来了解，所以愿主来帮助咱伫即个无论是钱财人生各方面，咱拢好爱来管理。透过今仔日题目书甲咱分享，这真重要。这嘛是一款咱爱安怎样管理咱的一生，求主帮助。所以下晡2点，即个讲师潘华庭讲师真有名，真有名。伫咱教界内面一定定做这个分享特别是基督徒，咱的基督徒爱安怎样好好来管理毋通乌白乱用，求主保守。下晡2点，下晡2点，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参加咱3个单位小组联合举办的联合举办的。好，以上安尼报告。这是咱做诶读今仔日经谱，今仔经谱咱会看咱周报后面今仔经谱是第4篇第2篇第11节，4篇第2篇11节，咱来读2遍所以来，地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地用敬仰来欢喜。第一遍，地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地用敬仰来欢喜。这是咱来自因上言508首，上言508首，咱记得。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干净人三甲地地，对一粒起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老师你好，你今日从头要看，对啦，因为重新消费，新社会是看好，给他哎呀，换两种的，对 OK。不是啦，他说不是啊，他就说不是啊，但是上就忘记了。对啊，我觉得那个概念我有了，不用我就觉得算了，因为我想说，因为有那个地方做，我去听一下，昨晚上开会呢。现在背包。就是都排休假的时候来实习，整天嘛哦，哦，好棒。
可以可以。有的。